是文化议题，继续来看到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办台中温泉 cosplay 摄影比赛，多民众怀疑比赛无公平，因为主办单位临时临夜改收件的时间，阁有人讲投票记录互人刣掉。管旅局进一步解释，讲因为收件数量无济，比赛收件时间才会搁再延长。另外讲到投票记录互人刣掉的代志，这是外包商一时失角贼，即卖依法律要来追究责任。 一张伫咧这个温泉边 cosplay 的摄影相片，这是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为着要行销温泉，当咧举办的摄影比赛。参加比赛的人甲家己的作品甲传上网来参加票选。不过，即马煞有这个参赛者跳出来讲比赛无公平。 就是他们突然不预警的换时间，然后没有跟我们就是参赛者讲，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投票这个部分，然后我们都觉得很不公平，然后或是说明明已经在比赛了，可是为什么会有人换照片？多数的民众讲，收件日期明明已经都到啊，是安怎会阁延后咧？安尼互因感觉真怪奇。另外，主办单位嘛明明通知讲会当开始投票甲邮票，不过煞临时宣布这个网站还阁咧测试。 进行者的票数拢无准算，安尼，互这个参加比赛的人真生气，怀疑讲这个比赛的公平性是伫倒咧。截止的时候呢，征件的数量不足，也有人反映说我们的这个征件的时间太短。那我们这边主办机关为了得到更好的这一个作品，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延长。市府观光旅游局解说讲，是因为收件数量无够额，才会来延长时间。也若投票3天后，阁把这个投票记录甲刣掉。 这是委外厂商的疏忽，会照契约来追责任。若迄3天的记录嘛，甲列入去比赛，绝对袂来影响到参赛者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